两个帅气一点。杂技空中飞人，各种各样的节目啊，还有小表、神父拉牵、跳障碍等等。演车马上开始啊！这个机器人啊，这个太阳晒的，太阳能充电的啊，哎呀，非常有力气，就晒太阳。演出开始了，演出开始了，快点快点收队啊！来来来，过来排队过来排队啊！20-30个演员，每个长到20-30个。